咱来听故事。嘿嘿嘿，我这个卡落去，你一定会倒。真歹讲哦，读庄啊，我毋捌输过啦。喂，哎，创啥？这个我的，讲好的，一人两块。歹势啦，这真正足好食的，我挡袂牢呢。真正的呢，这苹果足甜足好食。哦，阿姨有够高买的啦。啊，遮尔好食的苹果，毋知还有无呢？阿母啊，阿母，哈，啥物代志啊？苹果敢也有？我甲恁讲哦，你进口的苹果哦，足贵啦，我甲你买一粒。啊，毋讲好实在足甜足好食对无？哦，好，还阁有一块啦。我这头拄我切好啊，我就放伫咧灶点顶啊，我就无闲别项代志，我就袂记啊。啊，我即马甲伊放伫咧遮，啊，看恁啥人要食哈？我要食，我要食，我要食。这是我阿母买的苹果呢，这抓一片我食应该袂要紧啦。我是人客呢，想买一块当然是还好我。这我阿母买的，我要食我。第一届抽苹果比赛随要开始咯，选手请就位。头一个出来的选手是大钱，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妮妮。两位选手请注意，这回合的主题是唱。比赛开始。哎呦！这回合咱的比赛的主题是牛，请大家注意看，咱的选手会出什么款的步数来赢到比赛呢？比赛开始。这苹果互你食，好你啦。我阿母讲吼，爱互人客欢喜，所以哦，这苹果互你食。你是主人，加食一个嘛无要紧啊。好你啦，互你啦，好你啦。互你啦。我啊，干那剩一块，两个人拢想要食，要安怎才好？是要相抢，还是要相让？我要食互你啦，好你啦。也是有第三种方法呢。一人一半。感情才袂散。阿姨你好，我是阿明。我是阿花。搞早，哎，你别坐啦。好。